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乌高兄539频道。乌高兄今日要来甲大家介绍3月12拜三金彩539沙册国防版。伫咧介绍版路进前，咱先来恭喜祝你。乌高兄甲大家介绍即版沙册国防版021120，咱顺利开出3中2，3中1，控2，恭喜各位有得到乌高兄的朋友顺利中奖。即马咱就开始看3月12，拜三金彩539沙册国防版。咱今日即版咧为9月初4开始，9月初40935。09开第1粒，35开第5粒，0935开共期，下4期，1、2、3、4，9月初9该画起来。咱先看一期，0935开共期，顶5期，1、2、3、4、5，顶5期第5粒，过来顶6期第2粒，过来。顶9期，7、8、9，顶9期的第5粒，这3粒豆仔37、16、36，会伫咧0935下4期开。咱先来看37第5粒顺开，过来36第4粒，16第2粒，沙册国防，过来，咱即摆看第2期。第2期伫咧10月29，10月29，这嘛是共款。0935开第1粒，甲第5粒开共期，过来下4期，1、2、3、4， 10月初2该画起来。共款0935顶5期，1、2、3、4、5，顶5期第5粒。过来顶6期第2粒，过来顶9期7、8、9第5粒，这3粒豆仔16、37、38，共款个伫咧0935下4期开。咱先来看16第3粒顺开，过来37第4粒，38第5粒，共款是沙册国防。即马咱来看上后一期，上后一期伫咧3月初7，3月初7，这嘛是共款。09开第1粒，过来35开第5粒，0935开共期，下4期，1、2、3、4， 3月12该画起来。过来0935。顶5期，1、2、3、4、5，顶5期的第5粒，过来顶6期第2粒，过来7、8、9，顶9期第5粒，这3粒豆仔27、34、35，共款个伫咧0935下4期开。咱先来看27。下4期就是咱3月12拜三，乌高兄甲大家介绍的即版金彩539沙册国防版，这3粒豆仔，27、34、35，互大家做3月12拜三金彩539沙册国防版参考。这3粒豆仔，大家嘛会当坐车做使用。以上是乌高兄今日的分享，今日的分享就到这。感谢各位朋友今日来收看乌高兄的影片，大家再会。